公守上帝的话，人行规圣经伊必来书11章8节到12节，咱做伙来读，请。对神阿必人按受教的时，就顺命去做，到将来必得到最佳的地，伊出去，唔知要去倒路。对神就是我哋所应允的地，亲像伊唔是家己的地，也去的布皮，甲以上雅各就是三角新石，同一样的应允的，因为伊仰望有地基的城，是上帝所定定去做的。对是三角虽望会生产的年会，要得到的原因，因为伊也应允伊的最信息，所以对人可是亲像伊电视的生活，亲像天线的罪，亲像海沙的回避。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伊的人。今日就无事要甲咱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顺奉上帝的呼召，咱下面时间到就无事。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我在一摆要伫你的面前，一正三角用你的话来三角学习甲分享，做开你的话，阮伫阮的生命中，伫阮的生活内，也是阮所行的一切，都会当伫你的话得到帮助，得到勉励，得到激励，得到祝福。因阮知你的话的重要性。特别对你福音的宣扬、引带甲带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主，阮的上帝，恳求你会当互阮常常伫遮三角习，用你的话来鼓励、帮助甲祝福。但是阮也要用你的话伫遮三角习，恳求你的神充满伫阮，帮助伫阮。阮是要对你的话三角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来平安。新约圣经希伯来书虽然是有短短的13章，新安讲读经本的作者，伊克用27讲的篇幅，真详细的介绍，可见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伊就那亲像一座桥，将换伫旧约的律法。礼仪的人引带到新约，耶稣基督真理甲稳定的信仰内面。现在牧师要做希伯来书的讲解，而且咱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咧？今咱来看，咱知影伫书信的中间无完全提到，作者。总是作者咧，伊对旧约非常的熟啊！伊会当将摩西的律法，以及利未记中间关系到祭司、制度甲宪制条例、礼仪等等，完全专识，并且结连连接伫上帝救恩甲应允。有种功力的人，伫初代教会中间并毋是真多，因此。大多数的圣学者认为，这份希伯来书的书信，应该是什么人？保罗，因为伊非常熟这个犹太礼仪，所以伫遮认定是保罗所写的。尤其书信中间一再强调的主题，讲义人必因为信来得到顶头生。义人必因信怎样而生？保罗串联新旧约所领受的特别启示。那呢，伫遮要问咱来讲，那呢，这场受迫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就是小早期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因当时因受了犹太教非常大
会迫害，直到因的信心拄着危机。所以作者为着要坚固因对伫即个信仰还是帮助因即个信仰，互因伫即个危机中间，通来明白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定来写即封的书信，用来指出耶稣基督是贯通新旧约，是来自上帝上完整的启示。所以伫遮咱知影即本册伫遐命名做希伯来书，是真有意义的。因咱知影希伯来即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啥物？过河就是过即个咩过即咩？幼发拉底河，就是现在即个现在即个名所讲的就是渡过即个伯拉大河当初是即个米索坡大米迄个所在，所以来到迦南地即边，因此称因做啥物？过河的人这是伫圣经内底，互咱知影的。所以伫这个属灵的意义顶面，即本的书信，伊会当讲是名实即个象征，因为书信的中间，即个含义是顺着真理生命的河流，由具有律法的条例制度，而导到生育稳定自由的信仰道路。伫遮引带信徒一路进入天顶永久的即个阳光，来得到享受真正的安息。那呢，这本册的作者，伊本身所拄作的时间，这是拄咱咧讲的即个过河的人那这本册的作者，伊本身拄作的时间甲地点的。其对书信的中间呢，当看出是伫耶路撒冷圣殿也无被毁坏以前所写的。迄时的圣殿中的礼拜，即个礼仪也是照常伫遐咧进行。咱会知影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伫主后70年被罗马即个提多将军所毁灭。所以咱知影这本册拄作伫即个圣殿受毁灭以前。因为当时的提摩太也伫作者的身躯边，因此会当伫遐来推测，大约伫主后67年到68年之间，对意大利的罗马发出来的这份的书信。那对这个希伯来书，伊本身伫遮有强调3方面。头一方面，伊伫遐清楚来讲出耶稣是上帝独生的所疼的囝。伊忍受一切的苦难，始终顺服上帝的旨意。伊的地位关过旧约的正先知，个比天使甲摩西搁较悬。这是头一项。第二项，耶稣是上帝所立永远的祭司，伊的这份关过旧约中的祭司，伊伫天顶的圣所。所献的祭，也远超过犹太教礼仪的祭面献祭。这第二项。第三项，咱来知影耶稣基督伊本身道成肉体降世做人，伊伫遮来献一摆永远的什么的祭永远的赎罪祭，并叫遐得到正圣的人对罪恶。恐慌死亡的中间，甲因拯救出来。所以，只下作者勉励信徒在坚守信仰，仰望为着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伫遮当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咱就自信自望伫什么人？耶稣的身上，这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恩。所以对这封书信所伫遮显明的这个真理，也正是今仔日教会所需要的。伊甲当时这
希伯来信徒共一样。今咱教会，今仔日教会也拄着真大的属灵的危机。虽然咱无亲就出来教会，因受迫害，特别是信仰上，反正呢，咱今日的教会，而且面对丰盛物质的享受，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而且要求更加多的自由、甲宽容。这个世界像种用温水来煮参甲同一样的方式。也麻痹咱基督徒属灵的敏感度，互咱放宽圣经中对罪什么的标准所以，做基督徒更加是陷入伫这个极度的考验人生的有限中间，地到底下信心灵心灰心倒退、软弱退后，甚至有人絆倒，转去顺探各种的异端。所以，咱真需要对这本册的信息顶面得到鼓励，专心忍耐，当行还是当跑走，迄个摆伫咱头前的这个路程。也因为安尼是，如果要伫这个艰难的环境中间，又会当持续对上帝的信心，亲像主耶稣所留予咱的这个模样。这是这本书信的顶面所强调的。正向的机会，对信心信心是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对上帝什么的信靠。那这个信靠呢，是包含无论顺境逆境，拢愿意信靠。这需要伴随着什么高长的忍耐的信靠。伫遮有一个姊妹甲牧师讲，伊讲自从伊信主了。伊伫参与伫教会的聚会活动、福音的事工，伊也伫遮扶持软弱的兄弟姊妹，做着少少的苦，伊从来无断过。伊甘愿放弃肉体的享受，热心来侍奉主。伊认为家己真正疼主，是忠心伫主的人，也是真有信心的人。总是当伊本身。甲伊厝内的人拄着病痛、艰苦伫遐折磨的时，伊伫遐祈祷，搁再祈祷非常的久长的时间。伊讲，互伊看到伊家己伫这个祈祷的中间，竟然无得到什么的，得到医治甲帮助。所以迄时伊好像开始对上帝灰心失望，忍不住。伫遐开始埋怨，上帝为啥无拯救医治我、帮助我、保守我、甲我厝内的人呢？所以伫这个所在，伊讲伊看到伊家己是对上帝无真正真实的信心。伊讲伊的信心只个是建立伫啥物？伊的家庭会当平安，肉体无破病、无灾害的基础顶面。一旦无有下伫家己的旨意，还是讲下伫家己的意思的代志，这个代志临到伫伊真实内在这个罪性就伫遐暴露出来。这时，伊才看到讲，伊家己对上帝的信心是非常的小看，非常的可怜。实在是无通夸口的所在。然后伊阁看身躯边遮兄弟姊妹，其实真侪人也是安尼事。有的兄弟姊妹，当伊面临着工作，伊伫遐为了工作经济伫遐要拼的时，找无，还是处理其他困难的问题时，无得到解决。一开始还阁会当祈祷，求主为着因来开新的路，可是。当工作一直找袂到，也是问题始终无得到解决的时，伊的心内就开始埋怨，甚至对主来灰心失望，开始挖靠什么人的溃烂，挖靠有权有势的朋友，也是凭着家己的头壳去做。也有的兄弟姊妹，
蒙主祝福的时，就积极参与伫教会一切的事奉甲事工。总是当厝内面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伊生理失败的时，就活伫对主的误解中间，甚至埋怨，甚至离开上帝等等。兄弟姊妹，请问咱是毋是也拄到即种的困扰甲犹豫咧？其实，毋是敢只有你我会拄到即种困境的时产生的犹豫。侪信靠上帝的信心，才会伟大的人物，伫面对生命的困境的时，同款因也会产生啊那犹豫，是毋是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互上帝的名得到见效？甚至有时啊那会伤害人的苦事件。譬如讲，咱讲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伊捌拄着信心遭遇着脱崖的时，伊做出啥物诶？为某做大姑哇，的代志，并且还有2摆，被上帝称作上安那欢喜、上欢喜、上介意的啥物人？大鼻王。我相信大鼻王人真实，伫事业上成功、上英光的时，伊既然犯了奸淫罪，做出大人某害人翁的歹代志，即种办啊帮防迷失、心惊错路的人，应该值得咱直接来尊敬嘛。总是因是如何来行出对自我的迷惑、犯罪、扭转这个错误的人生，修正伊的道路，迈向这个信心的德性咧。所以今仔日新安讲的读经本。这个经文，迄个人数11章8节到12节，其实来提到着阿伯拉罕的信心。阿伯拉罕被称作信心的老爸，其实咱知影，伊毋是一开始就真有信心的人。伊通过一摆，搁一摆，伫困境的中间，学习伫遮耐心倚靠上帝，兄弟姊妹。当咱倚靠上帝时，所拄到的问题、所拄到的挫折，都会真侪养起咱生命的养分。无事上来讲，有时咱一定爱拄到一寡难题。咱即摆真侪少年人吼，其讲起来拢无拄到难题，所以伊拢生活伫啥物父母的照顾中间，对无？啊，拄到困难，啥物人甲解决？拢时代解决较侪，所以到尾都变到啦，妈宝、爸宝吼，咱来真水一点。所以你若无好因伫困境、困难中间啦，坚强徛在，成做伊生命的养分，这个囡仔啦，将来啦，我甲你讲，有时会无效，所以一定爱好因有一寡苦难哦，艰苦哦。现在即个说，当咱倚靠上帝时。其实咱真正人直接有信靠倚靠上帝时，所以伫困难中间，因有缘啦，会当来领受上帝的磨练，可以当啦，搁再进一步吼，讲更上一层楼，这种的能力甲品格，只要愿意坚持忍耐，一步一脚印，尽心尽本分，完成所交托的使命，就必定会当行出这个宽阔的生命道路。所以伫诗篇啊，119篇150节，直接甲咱讲，上帝话是咱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确实是安尼，伊上帝互咱的毋是安那远远距离的灯，你是安那脚前的灯。所以咱无需要考虑伤久长的未来，过多烦恼家己无法度掌控的人事物，只要行好目前脚的安那每一步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的生活，互上帝，互咱的每一天安那，拢是健康、富足、充实佮丰盛。所以这款的生命，就是具备有啥物宝贵价值的生命。
安尼新的人生就是袂后悔、有意义的人生。爱记咧，人生毋是安那，毋是短跑哦，短跑安那，向前安那，向前冲哦，完成就好。你一条安那马拉松，马拉松恁知影无？爱慢慢啊，一步一步哈，走吼，到最后。所以咱不但爱走得好，阁爱走得远，留着信心的脚链，通诚侪美好的见证。因此，咱会当对阿伯拉罕伊的经历来学习信心如何成长的功课。伫希伯来人书11章第8节，安尼甲咱讲，对神阿伯拉罕受调的时，就顺命出去，到将来要得到做业的地，一出去，毋知要去倒落。这段圣经才真有意思哈。阿伯拉罕伊想要得到一个子孙，会当代代相传的这个什么的产业，总是伊出去的时，伊安那毋知影茫茫渺渺，毋知影要去倒落。这有时咱感觉这两句话小可有些矛盾吼。既然要往某一个所在去，却毋知影要往倒位去，要去倒落。不过无使咱相信吼，咱大多数咱兄弟姊妹拢会当明白，为啥会当明白的？因为咱知大多数兄弟姊妹拢是对中南部起来对无？所以咱对中南部起来直接拍拼吼。当初恁来到台北，直接来工作、生活、买厝、定居，既毋是相信即地区一定安那会有啥物通发展的所在。有工作通做，对吧？这是毋是咱常常有这种的感受？我会记得牧师听这歌长老捌讲过因为对屏东到北部的时安那，身躯只有老母互伊偌济，1000块，1000块伊伫北部安那，成家立业，阁有房，阁有公司，阁有工厂。还有3孙3代，所以咱会知影先有信心才有行动，无信心绝对袂有啥物，无行动。那你阿伯兰的信心是对倒落来呢？就是对上帝的应允来。兄弟姊妹，恁都要相信上帝应允，这是恁信心的起步。伫耶利米书29章11节安尼记载讲，耶和华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恁马境有望。这句圣经节其讲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姊妹你一定要甲背起来，甲记掉的。因咱来知影，咱的上帝是啥物？真正疼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伊愿意享受百般的福气的上帝。所以，咱无需要过头的担心烦恼、恐慌担忧的过日子。咱爱安安抓着什么？上帝的应允，你着会有信心，喜乐直接来度你的日子。不管明仔会拄着任何的代志，不管头前的顺境逆境，拢爱相信，上帝一定会保守你平安无代志。所以，凭着这种的信心。大胆去行，你应该行，你应该做，你应该伫遐那向前的人生路。兄弟姊妹，阿伯拉罕家己无一定要怎样，伊敢抓着一个大方向，就是往安那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去。迄个所在伫倒落，伊毋知影，因此伊倚靠上帝同在甲引带。这个时时刻刻需要运用信心，直接来仰望上帝。伊每一摆选择拢是信心的仰望甲倚靠。咱爱知影信心的功课，是无像咱今日讲的毕业生啊啦，毕业就结束啊吼。但是咱爱知，即摆毕业生若是安那，毋是结束呢，是另外一个安那该站的开始呢。咱的信心啊，共款的，毋是讲毕业啊，上了啊。圣经读完啊，就毕业啊，毋是，咱是安那有一层一层向
前向更较悬，吼，伫遐来开始。所以对头一摆会相信开始，对年轻到年老这一生，咱要继续不断伫遐那信靠上帝，直到咱有一日见主的面迄一日。所以伫启示录第1章8节，主安尼讲：我是啥物？阿拉法，佫是安那？欧米伽。咱知阿拉法吼，是英文字母的啥物 ？A 吼 A 的意思。欧米伽咧是英文字母的啥物 ？Z 哦，最头哦，头一个是一，最后一个也是一，中间的字母也是拢是一吼。所以咱一生啦，拢是对伊来带领。这个伊什么人？就是咱的上帝。信靠上帝的人，必定袂低教来见上。请问，你对明仔载会担心无？你担心明天吗？你一定要相信，一生一世必定有上帝恩典、慈爱跟对着你。所以咱若甘愿顺服，必定会有教义恩典，互你有信心会当行过明仔载，以及你所面对的每一天。这是希伯来人书11章8节，11章第9节，对神就出外伫所应允的地，亲像伫毋是家己的地，徛起伫报平，甲以撒、雅各，就是三甲承接同一样的应允的。对神就出外伫所应允的地，咱知影即个应允的地倒一个地？迦南地对无？有时人咧讲迦南地吼，敢有影安尼好吼？毋知影吼。其讲诶，当时毋讲真好吼，只係經過拍拼吼。才有今仔以色今仔伫迄個所在吼，其講誒變做真正應允的地吼。是上帝應允想說亞伯拉罕甲伊誒後裔，啊，這是應允。伊頭前毋知要去倒位，但係啦，到尾就知要去倒位吼。這是上帝所應允誒。徛起伫報邊，哦，咱知影報邊攏是啥物？暫時啊呐。暫時徛起的所在吼，當然最近攏真知影流行即個錄影吼，大報平。但係咱知影即個報平，我迄陣看一個網絡，迄報平啊，足水的、足大的，啊，個啥物？哦，啥物攏有，內底啥物攏有，真哦豪華、真高級的報平吼。但係同款是安那，只間是暫時會當徛起的所在，毋是永遠的家。所以咱知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伊攏是住佇即個報平內面，伊是遊牧民族。所以必須愛四地去遷徙，都有水有草，會當互牛羊啉食，因就遷往倒位去。好像咱現代人共一樣啊，都有工作，都有錢通賺，伊就往遐去。一般來講，如果咱有真好的理財觀念，佮願意努力工作，好好賺錢，我想一世人若買2間厝吼。也是應該無問題啦，吼！毋是講今日少年講趁傷少吼，咱今日講少年咧，甲伊的錢摕去買厝，我想少年來講，當然即是無可能吼。但係啦，你若久久長長、世世代代吼，時間若到，我相信買1-2間厝是無問題。總是愛記哩，即個世間並毋是咱永遠的家，咱攏是即世間。伫遐做人客的人，總有一天人攏愛轉去倒位，轉去上帝的天理的家。就咱就租厝共一樣，像倒一個租厝的人，伊會講，伊家己做的厝甲創啊，哦，真豪華、真水、真水吼，裝潢甲非常的安那好。敢有可能有這種租厝的人？一般攏也期待即個租厝的主人去，哦，即個厝主吼，因咱知影厝主若要甲你收回吼。你搁較濟裝潢攏是安那，攏是白費吼，工的共款。咱千萬毋通將咱所有的精力，攏投注佇即個地尖地面的代志。遐個攏是安那，生不帶來，死安那也帶袂去。咱應該搁較做少量啦，頂面的代志，
对将来灵魂所要去、所要住的所在。这个世间上最互你安那住偌久？你咱伫世间住偌久？100，我妈妈特别100，我妈妈每年都100吼，100年左右吼。所以咱讲呐，开遐尼侪心思伫咧筹备怎样过更较好，那呢将来要去永远，吼，咱要徛起的家咧，咱个用偌侪心思伫遮来准备咧。顶礼拜，啊，迄个蔡长老、蔡上英长老提醒咱，毋通安那，毋通只顾安那，看会到的哦，短暂的事物，咱都要顾虑迄安那。看袂到的永远的代志，永远的事物，因为咱拢是刚得到一个应允的人，虽然拢各自徛起伫报边的生活，总是因为咱拥有什么上帝应允，咱更加要有信心去安那去回应，并经历上帝上水上好的应允。这上水上好的应允是什么？世世代代领受上帝安那最大福分。其实上帝对咱真甜，我定下讲上帝对倒位来知，你敢毋知？你若犯罪犯错，伊讲追究你的罪几代？3代4代呢？表示讲你若3代4代转来讲呐，会当得到救无？会当得到救赎无？但是要祝福你的子孙偌济？1000代呢？所以你讲上帝有听咱无？人若犯错犯罪，咱若一旦搁转来呢？但是祝福是安那永永远远。这是上帝安那对人的祝福，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这一生拢会当啦，凭着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互上帝应允，伫咱的心中来实践。因为安那上帝应允，无论罪少，伫基督内面。拢是啥物？拢是是的，所有照着伊的，拢是安那，拢是实实在在。这希伯来，那你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安怎甲咱讲？因为因毋望有地基的城是上帝所经营起造的，信心的生活乃是听候上帝安那的生活。上帝若无震动，咱就安那。我可能咱就免啥震动，但上帝若震动咧，咱就安那，咱就爱震动。这叫做信心的个啊，这叫做信心。因咱知上帝所经营起造的，超过咱所经营所起造的。因为安尼是无论是个人性命的更新改造，还是教会的起造改造。拢都要互上帝安那，互上帝来为咱来做。这是11章10节，11章11节甲12节。安尼甲咱讲，对神撒拉希望过圣善的年岁，伊原会得到怀孕，因为伊掠应允伊的做信息，所以对一人，佫是亲像已经死。的生炭，亲像天星的做，亲像海沙的未得。阿伯兰虽然伫这边的生活，伊去看见上帝所经营、所起造迄个安那，更较水的城，迄是袂朽烂的。伊也相信上帝所应允的，伊会要成做大国。毋管迄个时伊的年岁已经安那老啊。已经讲过生产的日子，这是毋是新历技术？一个过生产的年纪，还是过生产的福人人？当时一个囡仔拢无呢，伊家己甲伊的某已经拢过了生育的岁数，对人讲已经是无可能的境况。总是伊的信心却无因为安尼是安那来减少，一直到700岁，伊才真正得到什么人？以撒做伊的后裔，这敢毋是新历技术？兄弟姊妹，伫这期间，亚伯拉罕有失去对上帝信心嘛？牧师相信一定若有啥物，若有信心软弱的时阵，
伊甚至因为安尼先听伊的某撒拉话带埃及罗伯吼，一个女的罗伯，什么人？哈甲，后来生什么人？伊什玛利，所以这个错误讲三圣经伊是个阿拉伯国家，所以咱才有时这个上帝这个精选的领导者伊若毋对的时会引起什么竞争？我用迄个俄罗斯的，其实这个普丁乃是上帝的，乃信上帝呢，但是毋对的决策，毋对的错误的想法，造成人类的什么灾难？百姓的灾难，性命的损失，所以咱就知影讲，这是一个真大。所以带哈甲生伊什么？但是真实信心的是什么？真实的信心就是都是软弱，伊玩什么？你爱相信上帝。我相信无一生都无犯错误的人，请问咱一生都无犯错误，敢有？如果你是一生都没有犯错误的人，请举手，有无？我相信咱拢一定最少拢有一寡错误的所在，也无信心拢一定真坚强的人。我信心拢足好，我信心足坚强。有人安尼安尼讲呢，足宽口讲呢。但是我讲，如果真正有这种的人，伊会变甲会骄傲去咱碎哩。所以咱会当伫这个错误的中间。啉啊着家己的软弱，家己的无够，家己的软正，更加会当搁再一摆回转归向上帝。所以要求上帝帮助咱，无论任何的环境，咱拢要有耐心，咱要有坚定的信靠，倚靠上帝。兄弟姊妹，不管你信主偌久，信心是咱每时每一刻每一天一生拢直接爱学习的功课。咱的人生会当是真复杂，总是会当真简单。这圣经听咧讲上帝拢其较祝福什么款？讲世间的戆人，你敢知？若想巧的拢会互伊真侪迄个，甲然后再搁转来其世间是真简单，行家己的路千回百转，拢算袂尽的什么？变数、担忧、烦恼，这行上帝路可以真简单，只有什么？只有顺服上帝好调，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顶面。你无需要甲人相争，上帝必定为你来开路，因为伊的心意就是要祝福顺服伫伊旨意的人。这咱看这世间真正，若要靠家己靠真会去冲去拼拢会拄到侪这么艰难。不过这也是训练，伫这训练中若得到生命的滋养还阁真好变做伊的经验嘛。但是你若伫这个经验中可能拍倒从爬袂起来是迄度迄度虽然在倚靠什么人，有些人倚靠上帝伊咱会知影上帝心意，只要咱能顺服。互上帝为咱开路，你就会当真做受上帝祝福的人，行伫伊旨意的人，也免领受伊永远的祝福。愿上帝祝福伫咱，咱三个同心来祈祷。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较信，阮你的话，互咱伫生命中，真正会当伫遮搁较深刻明白你。深刻的，甲你直接有交陪，所以我每日怎样甲你有灵修的生活，伫遐来领受甲上帝你搁较亲密的关系，这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我的主，我的上帝，愿你会当互阮更加的顺服你对阮的好调，伫阮行这条世间的道路，毋是复杂，是真正简单，因为你诚做阮最大的倚靠甲帮助。上帝来帮助阮，之最会抵得阮，这是阮的信心的考验。可以过来一摆帮助伫阮，帮助伫阮今日伫拄到任何的试炼、艰难、困苦，会拄到任何恶的担当的兄弟姊妹，可以让经受这条信仰的道路，我靠上帝，
互上帝真做伊一生最大的帮助。不但伫伊，伫个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拢领受你我大的福分。我将这个完全恭敬摆伫你面前，求你继续带领引带甲帮助。我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